最有趣的是一打开的时候，当时看到这个那个好跟那个价回味无穷的，心情啊很激动。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兴奋。这个就是那个编程的初版本，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间，保存的这样好。郑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啊，每一天还记得那么的详细，了解当时的状况呢，提供了更多的史料，太珍贵了。鲁迅去世前不久编的他的最后一本书叫《凯绥克勒绘之版画集》，我一翻开书我一吓一跳，上面那个就鲁迅亲笔写的12两个字，他带着30年代的细菌，带着30年代的灰尘来到你的桌上。I make the cover of the book out of a wood which has been selected for instruments. It features the calligraphy and poetry of the artist Zhang Chonghe. 其实是一个中国的就是神话的一个想象的世界。最有趣的是，你看它旧旧的，然后可是一打开的时候，就很像打开那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样。哇，怎么这么漂亮？其实它是一个私摄影，我说还是做成一个盒子，把你自己的生活和那种日记给放在这个里边。12月11日，让我们以书为舟，开始一场奇幻漂流。